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有一寡动静，伊想要来争取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。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龙甲话是讲甲真坦白，讲当初是郭台铭家己退党的，即摆若要为郭台铭大开方便之门，无正当性。啊，地方嘛有声音，讲郭台铭4年前对国民党的伤害也未解决，啊，最近的动作嘛无够诚意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安怎来回应呢？朱立伦讲。一步一脚印，袂当来造进，就是袂当着急，袂当赶紧，但是嘛袂当拖沙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希望等于国民党参加党内初选，验过这么佫卡伫党籍问题，上紧9月份才会当恢复党籍，明年1月才会使参加初选。外界关心讲，党中央敢有可能替伊想办法？不应该说为任何一个人哦，也不是说针对郭台铭，任何一个人量身定做，这个是不对的啦。 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龙认为讲，当初郭台铭家己退党的，袂使佫替伊定做。另一面代嘛，质疑讲郭台铭无党籍正当性不足，而且4年前对国民党的伤害也未解决。就党内人士建议讲，比较王宏伟的模式，采用全民调。新北市议员叶元之建议讲，办类初选，不过不管国民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名，上重要的角色就是朱立伦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太照进，就一步一脚印。 眼前最关键的是3月4号的南投的补选。朱主席应该有他的智慧不会因为他或任何一个人开了一个绿色通道，这样对国民党我想是不智的了。各界咧关心国民党2024年总统参选人上强的家母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拢无讲话，已经退党郭台铭最近有真济动作。 初选的规则要安怎定，才袂阁发生当年党内分裂的情形，这考验到朱立伦的智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